是咱的议题，咱要来看，总署是10天来是通报4件疑似食物中毒的案件。新北市卫生局除了要求2间分店暂停营业，也甲台北市做伙要来稽查总署市所有的分店。疾管署这初步认定是这个粗瓦甲香辣西门店是哪像到感染到鹿毒的病毒。这王品的集团是除了搁再来会室的，也提出3种关怀方案。新北市卫生局人员前往稽查，因为总署市最近已经连续有2间分店出现好亲像食物中毒的通报，引起食安疑虑，互卫生局要求暂停营业。即马开始嘛全面稽查辖区内其他10间分店，台北市嘛做伙查。藏寿司新庄红会店以及淡水站前店，分别因1年内2次被通报疑似食品中毒。那目前通报人数未有再增加，卫生局呢命这2家分店暂停作业。他们的同品牌的店家也有被通报食品中毒，所以我们也会一起针对台北市所有的分店都会进行加强稽查。新北卫生局初二前往淡水站前店进行稽查，现场嘛发现冷冻柜无定期除霜，也甲数四盘破气才缺失，已经要求业者都要限期改正，安尼无会当一照食安法罚相关2亿的罚款。民众吃了后会产生食物中毒，有急性肠胃炎，到底是哪一种病原菌？是细菌还是病毒引起的？我们就可能还等待那个采验的报告。在不同店的话，我想我们卫生单位它除了这个包括餐厅那边会有一些裁剪的话，也应该会裁剪那个上游供应的厂商。王品集团原来有食安风暴，疾管署初步认定粗瓦香辣石门西门店初2至初6好亲像感染诺罗病毒的事件，除了向消费者会室内，嘛提出3种关怀方案，包括餐费、专业退费、医疗给付，也加消费者慰问金。台北市长周万安早起嘛对食安也加保林地色进行专案报告，互人质疑中央护航保林。勒令将所有的分店都停业的时候，甚至质疑为什么要做这么的绝？我们有没有接到中央疑似护航保林的这通电话？每一次我们如果大幅度的关店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讨论的确，可能为了避免波及无辜，当然都会有这样的讨论。刘彩薇嘛指出，3月2日已经有4个案例，卫福部煞无愿意查考食材。周万安嘛证实，中央第一时间确实是无愿意，经过这个沟通，定顺是由署高层了后，才决定查考食材。记者综合报道。